请李老下去休息。你啊，吴世强，你这里还有没有我？你还有没有我呀你？哎，你们对我的李叔叔轻点儿。支长啊，那份签名书，你敢确定是你手下的员工自愿交给你的吗？当然。很好。只要那份东西是真的，我就对你充满信心。啊，人都到齐了吗？是的，顾总，人都已经到齐了。联名书谁的提议？好，今天要是没人给我一个交代，那么从明天开始，在座的各位，以及你们部门所有的员工，都不用来上班了。顾西城，我看你是不是疯了啊？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？你是想玩，你自己回家玩去，别拿公司的员工开玩笑。李老，你不要激动，冷静一点，因为不管你说什么，也影响不了我的决策。顾先生，你别看你人五人六的，你们顾家就是因为出了你这个败家子儿，你奶奶到今天还在为你受累。好了，李老，你现在年纪也大了，该回家休息了。来人，请李老下去休息。你们想把我怎么样啊？我看你是反了你啊！吴世强，你这里还有没有我？你还有没有我呀你？哎，你们对我的李叔叔轻点儿。吴世强，我看你是反了你，跟你没完！好了，现在清静了。有人想说话吗？我觉得你不配当沈冷的领导人。说得好，继续说。你只顾自己玩乐，不顾公司的大小事业就罢了。而且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，你只图自己爽快，耽误公司项目的整体进程。而且，好了，你别说了。会议结束之后，带着你部门的人回家。什么？你说的的确没错，我是一个只会图自己爽快的人。但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部门连续3年的业绩不达标，就这个月，你们跟丢了7个项目，谈崩了3个。我为什么要留一个只会吃饭而不会工作的人在公司？还有谁？露露，哎，少夫人，哎，慢点。你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手镯啊？没有。你再想想，银色的，很细，这样扣着的。反正我刚刚收拾的时候里面没有。你全都找过了吗？我找过了。哎，要不一会儿我去洗衣房的时候再给你找找。洗衣房？哎，我去。少夫人，哎，少夫人别找了吧，还是我来给你找。方叔要是知道了，他准会骂我的。少夫人，哎呀，找到了，终于找着了。我去。哎，露露啊，这怎么这么多袜子呀？哦，这袜子啊都是少爷他穿过的，马上就要扔掉了。扔掉？这些袜子看起来都很新啊。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，穿过1次的袜子，他不会再穿第2次的。
全部洗干净。啊！苏妍希，苏妍希，苏妍希！我让你生气，让你这样跟我说话，让你生气，怎么不去死啊？我让你做顾家少奶奶，你去死啊！揍你的顾家少奶奶！让我下地狱，就算我下地狱，也会带你一起去。哟，回来了。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我回来早就是为了陪你啊。你干嘛去了？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？今天确实挺累的。有些人还自称自己是宅女，但是只要我不在家，她就自己偷偷出去玩。是不是你啊？不闹，好，今天真的累，真的累，不闹了，好不好？那累了上去早点休息吧。好。上楼歇着吧。喂。喂。我让你做的事情做得怎么样？好。另一件事呢？常副总确实在此前有跟几个部门部长接触过，其他的没什么发现。果然被我猜中。另一件事呢？按照顾总的吩咐，我已经安排下去了，明天都可以准时参加会议。好，按照原计划进行。怎么了？不是说累了吗？怎么不去休息啊？其实我最近都有一件事情想和你说。跟我你还客气啊？上去休息吧。